我叫 Ming Boy，我嚟自香港嘅。2002年咧就已經開始喺香港翻嚟內地發展㗎啦。咁後來同我拍檔就成立一個屬於自己嘅潛水俱樂部，有一個自己嘅潛水店。我哋係以美人魚表演結合餐廳，可以一邊食飯、一邊飲酒、一邊睇美人魚表演。我係一個水肺式潛水嘅教練啦。咁水肺潛水就係靠過你一套裝備，你可以喺水底裏邊透過個氣瓶正常嘅呼吸，落到水底裏邊嘅時候，海洋世界係同現實好唔同喎，就淨係聽到自己嘅呼吸聲，好寧靜、好治愈。咁啊變咗好愛上呢個運動，因為以前我哋潛水啊，全部都係租出邊嘅泳池嘅。去一個1.3、4或者1.4、5深嘅池，去孭咗我哋裝備，輕輕咁浸個頭少少嘅啫，咁去練潛水嘅。咁我哋 K6 潛水呢個池係一個5米深嘅深水池，專門針對潛水使用。咁嘅其實有3大類潛水嘅項目嘅，水肺式潛水，咁啊就有自由潛潛水，就係美人魚潛水。美人魚潛水其實就係着住美人魚，靠你嘅腹部嘅腰力、閉氣嘅能力去控制，偏向於係叫做展示美態嘅形式咯。因為點解咧？就前着咗長腳抱、長冰之後咧，你成隻腳係好修長、好靚嘅。係，今日有時候雨。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有學生嚟到跟我哋大連啦、南京啦、上海啦、天津啦、重慶、成都。咁點解會特登咁遙遠都嚟到我哋中山 K6咧？係因為我哋嘅美人魚教練喺成個行業裏邊嚟講係比較有優勢。我哋3個教練由幾十萬粉至到幾百萬粉都有。好多小朋友初嚟到佢好怕水，但係我哋嘅美人魚教練佢好開心、好輕鬆嘅環境，一步一步去教學生。小朋友學完之後，體能、自信心入到嘅演技強好多。咁我哋亦帶咗我哋嘅兒童美人魚團隊參加過好多嘅大小活動。我自己本身都已經喺中山成家立室啦。我2個小朋友香港出咗世之後，選擇咗翻咗嚟中山讀書。以後嘅方向係我想將成個我哋嘅表演團隊去全國各地、全世界唔同嘅海洋館去表演。